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空雷风台扫过台湾哦，山区阁继续传出灾情。台北线中环公路83公里的所在，雨水甲冻土壁的土石啊，拢冲走，昨暗车路放弃，公路局是赶紧封路吞土。伫台中的大梨山地区，澎果、莱雅佮旗雅最近特别大修路，也毋过哦，平均有一半的果子拢互风台扫落来。 农民是要靠无目屎。半暝中出现一个大坑洞，塑胶桶落伫坑内，有一个所在甚至看袂到底。台北线中环公路83公里的所在，初一暗时出现天气有有限现象，公路局紧急封路。高官干部大表示，当地长期是地骨路段，捌做25公尺长的地基冻土墙，公路风台即摆带来大量雨势，造成土石为地基坑旁流出来，有坑范围长12公尺，宽3.5公尺，深大约8公尺，已经透明调度几乎准备屯坑。公路段已经有先在下方做压脚，抗热台风来袭的雨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土石还是从我们的中间给露出。那公路段已经连夜封路并做后续的修补。躺在地上的蜜苹果。 澎果甲龟头卡农民的心理智慧，台中市大梨山地区目前当时讲经济作物，蜜苹果、甜起仔的采收期，煞来个半个月也会当收成。也毋过风台过了后，灾害惨重，4000公顷农作范围，每一个公园农损大约3至7成。大梨山地区的果园，如果向着北面宜兰方向的迎风面，那个都很严重啊。比较轻伤的就3成，比较严重就6到7成，平均可能受损一定有5成左右了。 怪树乌头石着急抢通道路，新德县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联络道2个所在中断，部落民众只剩3天的粮食。乡公所调度当期区警力，有计初3尾仔进前，要抢通到10公里断桥的所在。那我们希望说，今天能够想办法往进去抢通，因为目前道路到处中断，所以我们人员也没有办法进去看里面的路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把目标只放在明天的傍晚以前，一定要抢通到10K 的位置。张国泰强调，部落已经恢复电力，乡公所也已经买好食物，会随抢通进度提供补给。后手食物甲药物会由国军甲部落青年以人力接驳的方式，赶紧送至部落。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张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和行政院长邓英泰分别到宜兰、花莲、台东、和离岛勘灾。赖清德是表示讲，明年治水的经费会增加到551亿，嘛只是讲得爱用上紧的速度，让农民领到救助金。宜兰县伫抗日风台期间，饮水情形严重。总统赖清德初二特别去宜兰五建风水门工程巡视。赖清德表示，行政院明年会阁增加防治水预算，总经费551亿来保障民众安全。另外，宜兰县即摆农业损失已经达到全品项的补助标准。总统要求县府甲行政院爱赶紧作业，让农民赶紧领到救助金。爱提高这个行政效率。 农民赶紧摕到钱啊！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通报风灾农业受损金额已经有4亿外。副总统萧美琴初二伫台东甲花莲勘灾，各巡视到溪乡土石流的灾情，地方反映花东两县的石架、水流啊，甲各种菜蔬果子损失真惨重，勘灾认定要用真久时间，希望用立即免勘全品项救助范围。萧美琴指示农业部照地方需求来办理。所以这第一个原则就地方政府认定了哈。有一些已经倒伏，那这些农机的协调的话，包括怎么样去排程，哪一些比较严重的地区赶快来收。那另外收起来之后的干燥，这个也必须要来做一个排程。行政长杜永泰初二去南苏甲绿岛巡视南苏中学校舍甲学生学习场所受损的情形，也阁有绿岛重要设施复强风吹害去，要求相关部会检讨年度预算，赶紧用在绿岛复原建设。电缆地下的问题啊，那明年台风来之前要做到一定的程度，部会里面都还有一些预备金、灾损金，到年底了该用就把它用出来，该用就把它用出来，赶快解决现在的问题。另外，苏花公路土石流受阻断去，经过公路局抢通汇德磅坑口，已经提早伫初二中道进前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朝观众朋友来看今日的报纸新闻哦，咱先来看联合报。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发现，讲气候暖化嘛威胁到有新的富人人甲阿婴仔的健康。
温度升高1度。伫第3应期有新的人早产的几率是增加6%哦。这个研究佮指出讲，厝内有诶烧香的囡仔哦，认知的发展嘛会加减，会受到一寡影响。再来看《自由时报》，政府对2019年开始，为着要协助厂商甲生产的基地锁转来台湾，推出投资台湾3大方案。台商回流的投资额嘛已经超过2.3条。问题哦，这个方案年底到期，经济部即马决定讲要搁延3档，补助的对象嘛对中国的台商扩大到全球的台商。再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保障原住民的生活，说原住民保留地也毋过哦，有统计指出讲，有超过4成7000公顷的原住民保留地，恐惊已经袂予一般的民众乘做温泉区、露营区，还是讲开民宿旅馆。原住民哦，只是照明得提供登记尔。原民会望讲会当透过环保条例修法来阻止这款的行为。继续来看台南地检署侦办台盐日林供电弊案，成亚前董事长陈启玉被驳回，检方控告嘛成功，所以台南地方法院开庭，也毋过陈启玉人煞无出现哦，佮联络袂到人，已经发出拘票。目前了解，陈启玉可能人佮伫国内，嘛已经动员各单位上百人在找人咯。顶个月20日透早4点外，一群人行出台南地院，伫红色通知簿的查甫人亲像是前台检历任董事长陈启玉，看到媒体赶紧离开，无讲话。台南地检署侦办公电弊案，定伫成亚陈启玉等5人后反而驳回，检方搁提控告，找伊开庭的时，陈启玉煞无出现。本案被告陈启玉无正当理由无故不到庭，因陈姓被告居住地非台南辖区，本院以电子公文嘱托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代为拘提中。根据了解，一发现陈启玉无出庭，已经有台南警方去伊住的所在索找无人。桥头地检署查资证是已经开立拘票，请高雄警方执行拘提，同款无找到人，家庭律师也联络袂到陈启玉，其他涉案的人，前台检总经理甲另外一名姓苏的被告，是法官认为有盗墓串证的嫌疑，裁定羁押。被告前后所述均有不一，且2名苏姓被告的供述大相径庭。同案被告陈启玉复为到案厘清案情，相关资金来源、共犯涉案的情节仍待调查。有事实足认被告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这个案件，台检历任公司顶32个处所封锁查，专案还未终结。陈启玉说失联，根据掌握，陈启玉亲像人也搁伫国内，为了将人查緝到案，检方无排除东关海巡署、检调警察等单位全力找人，只是一个进程还未找到陈启玉。若搁无到案，伊恐惊难逃风头7的命运。记者综合报道。初五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哦，川普搁乱讲话引起争议。伊讲前副总统前年的查某囝例子是好战分子，应该爱互伊试看卖面对枪支的感觉。嫌地方的检察官拢讲哦，要对川普的言论来进行调查。另外，何金丽伫摇摆州威斯康辛来造势，讲伊当选会协助民众来降低生活费用，嘛来协助产业的复兴。She's a radical war hawk. Let's put her with a rifle standing there with 9 barrels shooting at her, okay? Let's see how she feels about it. 川普10月31日伫亚利桑那州安尼形容前副总统前年查某囝利兹前年，引起真大风波。虽然川普电影表示做着外界歪曲意思，不过亚利桑那州司法单位表示，这话恐惊触犯，计划展开调查。伊向真反对川普的利兹前年发文反击。指川普是摧毁自由国度的独裁者，无法度互人信任。另外，何根丽也佮批评川普的暴力言论，互伊彻底失业。Your vote is your voice, and your voice is your power. It is your power. And so, Wisconsin, today I ask you, are you ready to make your voices heard? 伫投票日最后一晚，何景丽亲自拿枪威斯康辛州要固守拜登4年前提落江山。何景丽演讲强调，当选了后会致力减少人民支出，包含健保费率甲饲囡仔支出，改善中产阶级的生活。川普是广告关键摇摆州密西根州，大声呼吁汽车产业群流美国，若无会扣100%关税。
根据 CNN 上新的民调，目前胡锦丽伫密西根州甲威斯康辛州民调超过川普4到5个百分点，啊，不过其他摇摆州民调依然出现我坡的紧张状态，因为2020年大选，川普指选举有问题，进一步引起支持者攻击华府的国会山庄，附近店头趁就办加强外观的防护。这间麦当劳并到电玩查帮，避免选举日这一天和混乱情形影响到。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再来看美国一寡囡仔的教育中心哦，趁总统大选要来培养囡仔的民主观念，利用模拟选举，爱用为家己介意的网界人物来邮票，搁有投票甲开票的流程。嘛，教囡仔就爱尊重别人的决定，为家己的选择负责任。一阵幼儿园的囡仔激动咧讨论为家己支持的网界角色邮票。特别美国总统大选，维吉尼亚州一间幼儿园也趁机会，互囡仔体验投票，自细汉培养民主观念。You like Gravel? I like chase. 海报顶悬因无共款，教外网界角色，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开喙练习，安怎向别人讲家己的观点，也个人替角色佚图名画口号，为支持候选人优待选情。Making your voice count matters, no matter your age, no matter what color of skin you have, no matter what accent you have. Giving children th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that through play in safe environments, I think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could bring back wonderful outcomes in the future. 透过无共款的教材，幼儿园老师引导囡仔独立思考、公开讲话，亲像真实的选举共款，发放每一个人一张大纸进行投票。到开票时间，全班的同学拢真紧张。1, 2, 3. How many stickers? 3. Is the winner? Is it Sky or Everest? We always say it's okay to be upset. It's okay to cry. But it's what you do after that and how we respect others while we're feeling upset and hurt and frustrated and scared. 虽然这囡仔离大汉还阁真久，阁免讲爱理解法律甲政府运作，不过专家认为透过早期教育，和学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甲尊重别人，会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公民。公司新闻杨岩编辑。来关心天气哦，东北季风增强，未来一礼拜会有2阵的东北季风，温度会降真济。今仔开始到拜四，北部甲东北部的温度上低温恐惊只有19度。今天东北季风是有在略微增强的，到下周一开始，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北部地区的低温，在5号开始之后会下降到大约20、21度。周一晚上到周三，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都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情形。这几天哦，天气已经变甲较凉冷咯。气象专家嘛表示讲，目前伫菲律宾东方的海面，阁有热带扰动长的发展哦。11月到12月嘛，可能会阁有风台，也毋过哦，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咯。再来看风台扫过哦，菜又阁起价咯。台北农产卫销公司是表示讲，昨虽然菜市到货量有增加3成，也毋过哦买气是真旺，所以大卖价1公斤是51.2块，其中花仔菜1公斤41块起上济哦。农粮署嘛表示讲，因会来监控市场的状况，佮再来放出愈侪冷冻菜色到市场。台北永春黄昏市场拜六有未少人，针对抗日风台过后带动菜价起价，有打反讲，油菜类小可较贵点啊，不过因比过去几下摆风台起幅度少真济。比起来，菜价今天跟上次的有比较便宜一点。全台都风雨，怎么可能没有涨？一定涨的啊，只是说涨多涨少。还可以，对，还可以，我觉得还好。台北农产分销公司初日表示，菜市到货量回升，比菜增加超过3成，有878吨。不过，甲10月中下旬比，
每日平均1300栋，只恢复到75%，佮加上买气加旺，高血均价连续2天批发价每公斤51块2，其中唯一菜起上济，大起41块，高丽菜起10块，白菜也起7块。另外，果子供应量也增加将近3成，介绍是起27%。今天的到货量会比较少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这次康瑞台风过境，可能对于蔬菜带来一些灾损。第二个就是，昨天因为风雨的关系，所以也有部分地区的农民他这个影响到采收。为维持平价菜市经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甲大台北地区的233间超市合作，为初5开始一礼拜提供10种平价菜色。另外，农粮署也注意菜价波动，会加强释出库存冷冻的菜色。是做那个滚动仓储跟那个平价专机的部分，我们会来评估哦。那预计大概下个礼拜，如果这个有一些菜价上比较不稳定的时候，我们会来适当的来释出。农粮署表示，西部油菜类产区受灾较轻，暗过部分未赴采收。当然，继续监控市况，也针对全台1000个量贩通路完成前置作业，看情形释出冷冻的菜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摆有真侪汉药商的第2代，用以创新的方法来推销汉药，要互民众了解讲汉药唔拿通治病、调身体，可以当用来煮食，用伫生活中哦。这2天伫台北大稻埕都有办中药本草文化节，内底是真侪汉药的创新用法，咱嘛做回来了解。出来甲药材经做药粉，体验古早时代的汉药粉是安怎做的。斟足甲汉药粉滴入去塑胶球内底，缀做圆。洗身躯的时，等落去液池用汉药来洗身躯。有红花，有挂筋，有丹参，阮就是加一寡较舒筋活血的，舒筋活血的药啊，互伊当大家民众来泡这身躯，会当舒缓疲劳安尼。这是卫福部委托中药工会办理的中药本草文化节。有侪市集大头，会当互民众体验亲像液池球，一款汉药创新的用法。拍破只有老一辈才会用汉药的刻板印象。中药过去都给人一个比较保守、传统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第2代、第3代非常的有创意哦，不再是过去都是中药都是年纪比较长的人在使用的。我们这里面的中医药这个药品的诊疗之外，那同时呢，也对于我们不管这里面的我们的养生、我们的调理等等的这些的健康的照顾，扮演了非常的角色。卫福部处长周志豪也讲，汉药甲民众的日常生活真搭配，除了治病调养身体，侪汉药材也会入菜，做做生活用品。这个中药本草文化节11月初2、初3伫台北举办，12月会前往高雄。卫福部希望这趟推广汉药的文化，让民众了解汉药通安怎融入生活，促进健康。记者我们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的新住民甲移工是愈来愈多，先伫生活美学馆透过课程，互来自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等新住民的朋友画出因故乡的故事，嘛用母语来讲出因对故乡的思念。民国67年，就为缅甸来带美国，自细汉就爱画图，这摆用笔画出心目中的故乡。以前那个很贫困的年代那个衣服破洞啊，就不能穿啊，祖母就会在那边用针线帮我们补，缝好以后我们就很高兴的，还是很喜欢穿祖母做好的衣服这样。另外一个是对印尼过来台湾已经20多年的朱丽辉，把专工画出家乡特色点心。伊讲来画图，若心情轻松，可以当小白讲故乡的人。我很想吃它，在台湾就想到我要吃什么，所以我画这个美色的印尼，就我最喜欢的。那个菲律宾啊、缅甸啊，有那个越南那是怎么，我说都有，印尼也有。新竹生活美学馆自5年前开始举办新住民母语创作计划，让新住民朋友用母语发挥创意，画出心目中的故乡，而且佮帮因制作成绘本故事。透过文学来调试他们生活上的适应。那台湾已经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国家族群的国家。那透过这个画画看，然后能够促进
我们族群之间的共荣。现场有来自印尼、泰国、越南等等国家的新住民，用家己的母语分享故事，让大家体验无同国家族群的语言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老板公是木港的守护神哦，为着要让囡仔了解鹿港老板公园的由来，中华县政府有出一本老板公的台语故事册，嘛请老师用台语来读故事册，互囡仔听，台语嘛来认捌鹿港的工业发展。木雕、古瓦丁、漆器，一道一道丰富青草的工艺品，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鹿港老板公园。即阵中华县政府出版台语绘本，小解老板公园的由来，嘛举办讲故事活动，邀请老师带囡仔读绘本，认捌鹿港的工业发展。我嘛惊讲有的囡仔伊毋捌去看过即个老板公园，有一寡工具伊毋捌看过，所以我就针对即个故事的内容来传载物件，包括脚球，包括插盘，包括即个用的菜市草做的即个帽啊。囡仔人好闲观察红仔头、木雕，阁有即顶功夫强笔式团的茶丝草帽。中华鹿港是传统工艺的重镇之一，100多年前就祭拜卡城先师老板公的传统。伫旧历5月初7，老板生日即天举办祭祀活动。1996年开始扩大举办，用工艺品看到的方式演祖师。你头家摕着啥物物件？球。阁有底无啊？无。老板公园内底足侪著名的工艺品、工艺书安尼，是啊，足趣味的。去年有去看老板公的宴会，但是毋是足了解，但是今仔透过这个故事，就知影伊的由来是安怎。除了有鹿港老板公园的故事，中华县文化局也出版花坛、白山坑、野灯牌、甲红丸、海牛、雷鹅蝉，计共3本的台语半刷绘本，透过趣味的多文故事，互囡仔人认捌中华的文史发展。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仔日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